深圳人也太懂養生了吧，中醫搭配推拿、刮痧、拔罐、艾灸，連頭療都安排上了，從頭到腳做一片才200多塊錢。這裏有中醫師把脈問診，會根據你的體質量身定製專屬療程，做完之後整個人都徹底放鬆了。先是推拿，幫你精準疏通經絡，接着還有刮痧，店裏用的都是定製工具，完全貼合身體的不同曲線，沒多久整個後背就出痧了。拔罐的手法很特別，感覺暖暖的，完全不痛。這個過程中還會同步在腳部做艾灸，排濕的同時還能補充陽氣。更驚喜的是，店裏還有由32味中草藥熬製而成的古法托湯，既能驅寒疏通經絡，還能增強身體抵抗力。最後再做個頭療，舒服又解壓。另外還能加錢做中醫隔薑灸。這家店位置便利，環境又新又乾淨，特別舒服，推薦給那些整天喊累的朋友，揸門一起約着去。